呢，基本大胸口啦，他觉得麻烦呐。哎呦，他干妈妈奶又捏大胸口。不应该得先疏烘弄一些面粉吗？那个是那个体操选手才需要的。客家咸拌盐，嘿啦，奶不卡手就是加很多的酱油去爆炒那个料，果然是张妈妈，就很容易对不同凡响水肿。你切第一刀，妈妈就说不是，还是你先不要帮忙？还是你去辣椒子就好了。外国人记得会去许葱吗？会，现在什么人都有啊。对呀，可是你就可是上得奖感言，是啊，上清楚了啦。一个是啦，然后开始已经开始在想我讲嘛改的。一咖喱李总潘公司报告，夹夹嘞，报名注册。英雄金毛，哇！李总潘公司的报告嘞。你下推翻汉就熱咖喱哦，這個全推翻各地都有嘅啊。哦，大家已經揀，因為全部客家人呢，親口來上嘅節目就係呢個節目咯。係啊，聽講哦，最近哦見來見到就係呢種推薦來嘅高手在民間。真嘅冇唔錯呢，唔但止在民間呢，各個國家做下對嘅動力去太重視。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就係講，怎麼嘅大白呢種推薦按到厲害嘅高手來啊？呢種本人來，本人呢？有啦，叫千無限嘅。基本呢來到也特別嘟好，就係新竹 Tiki 嘅哦，呢種特別推薦嘅。好，來，小介紹。現在分享到你美麗的代表，你阿志亮師傅。各位哥哥妹妹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兩個好，這個分享到係發亮嘅代表，你是唔是林師傅？大家好，啊，李師傅好。馬上來分享到你風吹嘅潛水站係來自新竹竹北嘅陳慧欣以及卓嘉瑜，家條係媽媽老妹哦。歡迎！好美哦！這邊好好訪問一下。關你什麼時候結婚了？好，馬上一個慧心嘿，都結婚了。都結婚。那來稍稍都看下攬住兩片嘅哈。強調係新竹竹北嘅表姊妹，記得係鄭秀蓮、李博賢。那這邊結婚了嗎？好，那就謝謝大家收看了哈。謝謝大家。場外，風吹現代來呀，給你客家長牛啊？是媽媽做的嗎？嘿，安子生呢，還用哦。堂講慧心媽媽已經做呀嘅市場買呀嘅熟食，成功20年咧，真勁哦！大家卡最好買嘅係乜嘅？呀，就係那個梁教拍啊，這個是招牌菜。最後都西窗地對哦，那跟某一小都台。等下漢又走嗎？有嘉瑜喜歡吃媽媽的這個客家長牛嗎？喜歡動好選哈。媽媽還會做什麼其他的料理嗎？湯圓，還半年嗎？對。今天各位，你看慧心媽媽，你做呀嘅買呀嘅熟食已經成功20年呢。今天呢，我們就大贏特贏，從頭養到米，好不好？莫玩用心呐，今天禮拜一公休就放輕鬆。沒有，我們公休但還是要贏哦。好，其實呢客家長牛也好，沙沙樂試試看，也是我們客家經典料理。漢豬牛，來，試看一下。自己做的嗎？自己做的。好好吃哦，有收到聲音嗎？根本牙齒串可以上鏡哦。怎麼會這麼酥脆啊？用那個烤箱烤的。哦，很賤呢，用香的長法，用酥酥脆脆的。那我聽說梁富雅這其中以上係到韓醫、中醫又走些。那我買。哦，保先前做咯，可以做30年，唔可以有按好上啊。而且這個他們就用台灣又學到木哦，它有一種中藥的香氣耶。對。你用中藥來醃這個鹹豬肉。對，還有酒。有哪一些中藥材啊？就是一般的那個五香粉，還有蒜頭。啊。對，蒜條。哎呦，你還會動喉啊？那有沒有覺得另外姐姐給凍醬？有，給挑白絲哦。哎呦，科技公司送辦，那就是科技新貴了。就是那個封裝的下游啊，做了10幾年。用工一他們都有備而來，寶信姐還特別為了上節目做密集集訓。集訓啊？去哪裡？哪裡有一家自主集訓班？一家裡，一家裡，里長辦公室。沒有去姐姐家。哦，蹭飯蹭吃的。對。喂，做訓練呐。對啦。好了，故事內容組呢，看起來呢，太極家都對色都冇問題，而且發現嗎？清一色呢都會讓你客家給講。還有，你們3個男生
分啊，好好伝學就好，全部都給滿分啊！點點就好。馬上先來進行體育館嘅 PK 賽咯。向前變困難，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今日呢，我來進行一個 PK 賽，同樣會分做2回合。嘿，分做2隻回合哦。第一回合考驗大家係技巧嘅部分，第2回合就係倆速度咯。想看下我排出馬莎來了。第一個係技巧。技巧。嘿，技巧，誰的技巧最強？誰？好，哎呦，試試看啦。科技故事創辦嚟個技巧難為不好呢。來，小練阿姐。去看下。好，來咯，1、2、3，槍打開，來。小辣椒。兩位都係小辣椒啦，不過你辣椒啊撈開，技巧又蠻相關的。等下我看瑪莎去籽的速度，還有去籽的精細度，合格合準。看到呢個烹個蛋糕就5條辣椒哦，瑪莎去籽現翻新，千倍度兩隻兩落去，太大力了，就這麼大力哈！兩落去以後是結束了哦。不過等下師傅來看一下，咁係呢杯就強強力力，不然師傅發現到有隻籽汁，所以隔5秒鐘，看瑪莎用嘅描述一定要籽汁都中唔得啊呢。而且也不能裂開哦。番茄的辣椒味，還有中間就籽汁，一個籽汁5秒鐘這麼貴。超貴，那2個會算便宜點嗎？不會，15秒，10秒還可以數冇？好，大家手頭要帶好了嗎？哦，準備好了哦，2位小辣椒，開始就會開始哦，你不要鬧。比賽開始。好，開始。哎呦，先攞去攞一下，這得先攞，等佢那個籽掉出來，哦，你睇對小練這來講冇問題啦。誒，幾種手來卜嘅。今每種豆腐呢，現在全部都給做好以後，再來檢查，再來2次檢查。哎呀，他賞時間。哦，今冇帶手套啦，他覺得麻煩啦。哎呦，他爸爸媽媽哪有人帶手套？沒關係。只是等一下不要摸眼睛啊，可以摸對方的啦。哎呦，有人左撇子呢。最主要應該不是說不能爛掉，是不能有籽汁吧？爛掉切開就爛掉了。該種番茄切到斷開種的，該唔好該種做的。對啊。最主要就該籽汁種的，不能師傅看到哦。加油啊！加不卡瓊斯就做全糖哎，冇問題。是走時蔥吧？對啊，佳瑜不知道切了多少辣椒，他吃了不成切，不是不成切。爆料。媽媽，你們沒有套好哦。爆料。好，先慢過去。加油！唔怕唔怕，哎，你慢慢來。真的哦，很棒很棒。先也可以抬，不重要。我想說，你怎麼給我亂七八糟一遍？好，現在看一下有沒有這個拿掉，拿掉之後給我按鈴。這個拿掉，按。啊，現在慢慢來，專心慢慢。好，按。因為可能你等一下，好，他的時間挺急嘞。那我等一下假時就辣椒籽滴會加描述。所以我們重點是贏在最後就好。好，確定冇帶蘇打杯耶？唔怕唔怕，手忙腳亂。唔怕唔怕，莫切豆修。會緊張。唔怕唔怕。好，最後我們要去檢查一下。攀鵝蛋糕嘅籽汁冇選哦。攀鵝蛋糕冇選。好，兩下時間兩片都挺齊嘞，師傅搶手位。攀鵝蛋糕冇選哦，先看一下風吹，咁還有籽汁。冇籽汁。哎，其實佳瑜你很會去籽呢。謝謝。哎呀，變冇籽嘞。好，完全冇籽，不過攬出嚟一片呢，可能咪冇籽啦。冇啦，看到會是鐵咯。哈？哇！那個是籽汁嗎？包子。那是粉刺吧？內包粉刺。好啦，我用結果來先鋪一下。風水總共用嘅時間係1分52秒。攬水原本係2分24啦，不過加上5秒鐘，最尾是2分29秒。恭喜風水得到1分。好，唔怕，你一時係第一回合，聽唔聽？稍稍來看一下第2回合了。
听你比哈，哎，你要比给黑速图，哎，可是你们不要。哎，先帮快学，先帮快学哈。这个裁判长哦，他对，先补一下豆带二比马开爆水饺，哈个妈妈都动我爆水饺啊！哎，互相要不要呛杀一下？爆水饺已经爆超过台湾的人口数了。俺老一讲哦，它包中药嘛？哦，妹包中药婷婷哦，你刚才妹讲，你有集训，他在中医里面工作都没有在工作，都在包水饺。你看，那我刚刚这样讲出来了，反台嘞。好，包水饺哦，等一下必须就3分钟的时间，快来3间包的水饺下肚是让嘞。不过，cái cổ腔动作，假设本師傅發現到念口啊，就是水饺的口又走咸，然後又摸鳳河，哎用是摸酸的哦，那一顆就不算。OK，點唔算唔俾講加哦，不是加秒數，我們最後算顆數。3分鐘地北都快馬上包的水餃下肚是讓嘞，好嗎？我本家就先疏烘弄一些麵粉嘛。不是，那個是那個體操選手才需要。對不起。好，來3、2、1，比賽開始。加油！不用多。我們寶信姐呼吸很急促哦。慢慢來。好，不用漂亮。他想說我那麼漂亮。好。重點就是一定要黏到水。粘起來。加油！但是速度的部分可以再加快一點點。這樣就好。加快，會太兇了。你用5閃豆。哦，你要走的，哎呦，動好快哦。好棒哦！因為動就是水餃了，大家。慧心贏了啦。其實基本上兩邊速度差不多哦。加油！現在只差一點。姐姐，我們專心。好，慢慢來起好嘞。很棒，而且我們包的這有沒有比顏值啊？我們這個顏值已經買的嘞。我們這個角度看得到他們一個，對不對？哈，待會就知道了。我們一個怎樣？摸死親哦。我們這個沒有問題，大家這再幫我捏一下。哎，怎麼呢？是主君在修。我會幫他看着，還是啊捏一下就好。油打開嘞。那個。哦，這份你那個沒有站起來做我們的。有冇比嘛？在 K 水餃二比嘛干，下水之前是生的。哎，都是。它現在全倒了。哦，你好，差不多2分鐘了哦。這個幫我捏一下，捏一下，捏個這個角度捏一個。媽媽，你真的不用聽他了。哎，你不會手都讓紅呢。哎呦，右手他一邊拿過去一邊這樣掐呢。帥哥，你好會計較。哦，我這個人一定是。不要 follow 他。我們好漂亮。沒關係，那一顆來，像是洗推給蛤蟆。好之後，寶信姐。寶信姐是要哭了嗎？她是想到分數了。客家鹹飯鹽。嘿啦，來不卡走，就是加很多的醬油去爆炒那個料。果然是張媽媽，就很容易不同凡響水腫。哦，這份你那個沒有站起來做我們的。有冇比嘛？在 K 水餃二比嘛干，它現在全倒了。捏個這個角度捏一個。媽媽，你真的不用聽他了。哎，你不你手都讓紅呢，你很容易走心呢。哎，那個沒有捏好。不要管他，專心來走。可以的，好，很棒。就走勝利。就算包小籠包也都沒關係啊。2分鐘了哦，2分鐘夠2寸，最尾1分鐘了哦。大家加速哦，最後一圈嘍。跑什麼？哎，那位姐姐你在幹嘛？沒有在欣賞。你很像要買水餃的 OK， 就是哎，你還要摸鳳凰。這個料補啦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很棒。因為包到第2盤，我們專心。慢慢來。好，就不會會緊張。哎，你在緊張什麼？係啦，不好因為緊張，因為緊張。懂厲害啦！今天哦，寶信姐摸也有來啊。寸最尾30秒了喲。可以，太棒了啦！這個顏值哦。你說佳宇嗎？竹北第1名哎。8、7、6，最後5、加油4、這個3、捏起來2、1，時間到，2種的嘞。為什麼1的時候放過去？這真的，哎，好啦。算了，這樣算，那這樣子我們最後手上再拿一個不也算？哎呦，右手他一邊拿過去一邊這樣掐呢。帥哥，你好會計較。哦，我這個人一定是。不要 follow 他。
不算也是赢啊。不算也是。好，唔怕，先看一下是否来强求不？大家不要走心啊！大家不要走心，不要走心不要走心慧心来。慧心姐，毕竟我是队长嘛，哈，我帮我们自己队的，来，我们的好漂亮。没关系，那一颗来，像是洗腿给蛤蟆。 2颗、3颗、4。哎，但是必须说你们包的真的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慧心姐，你们市场主要还卖嘛该啊？你们是主要卖什么？该不就客卖水饺？人想吃什么就客制化的。对12、13、14，这一颗是实在是真的不行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14颗14粒。好，14粒，來看下冷脆幾多隻？好緊張哦。 3、4、5、6。基本上阿姐每一隻都爆到非常的黑。 6、7、哎，那麼这个有差一点点啦，有裂。你是把它打開吧？好了，緊緊就別開來幫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恭喜彩玉了。好啦，因為就算加上這一顆，好像也是。也是差一顆啦。好，最美的選擇哦，14比上12，恭喜風水我得一副。我們是來比料理的好嗎？我們藍隊來比料理的。某事情，因為呀，到邊呢小試身手聽聽好冇？等下呢，先問睇下來品嘗應該好料的哈。等下來看下今日甚至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，我來留睇起家分享哦。主廚數路菜。 又到係你嘅摘菜小王子，甚至呢，我帶來料理嘅時間呢，唔過呢，我請各位參賽者特別注意咯，因為等下呢，還有機會做得到分數，會有隨堂測驗哦。好 ，TPA 黑藍吹哦，我剛看到你眼神都是對藍隊講。對啊，好幸哦。好，催名係乜嘅咧？千島節瓜。哎呦，千島千島醬的千島。嘿，我等下會做一個非常簡單嘅做法嘅千島醬，然後還會有節瓜。那個節瓜呢，嘿，我們從頭去那個居酒屋啊，是都個節瓜。我沒有哦，是你哦。哎，好，那個節瓜呢，是都呢會爆漿嘅。哎呦，唔係那種軟軟碎碎嘅唔係。好，那首先我先看一下食材，了解節瓜，綠色嘅節瓜，哦，還有個金針菇。那調味其實都很簡單，就該油啊，還有該鹽巴。那千島醬的話，就是美乃滋、番茄醬，還有我自己有撈一碎的該剝皮辣椒。哦，因為啦，正常來做黑撈了該酸黃瓜，他們我覺得加這個辣的味道很適合。哦，好，那首先呢，我們先撈了該節瓜，好，幫你切，好，切大概那個長度跟寬度的話，我們可以看這個手指的第一個指節。 的大小是最剛好，差不多3公分。可以看食指嗎？哎，是，那可以看另外的中指或無名指嗎？冇好看，差不多按樣，而且按樣太哦，重點接的。因為我們有時候做的話，差不多都是切這樣子。哦，煎起來懂冇好看。哎，其實大家節瓜按樣切，一顆啦，一塊。哎，大家還有學過其他的節瓜的食法嗎？ 就是個個切薄薄用煎的啦，煎的會點染嘛，沒懂我學。它上面有點焦焦的。對啊，沒點染嘛，我是蘸那個美乃滋也是。對，好吃哦。兩片呢就來做點油，一般的橄欖油都得找那個橄欖油，還有鹽巴。哦，鹽巴是為了要去水嗎？沒有調味。哦，好，按樣幫你滷一下嘞。哎呀，這滷哦。鮮內掛呢？按用滷呢，你等下你就不用調味，慢慢吃到油嘞。因為用多蓋油，你煎起來會碎碎。哦，好，但是先裹鹽可以拿去煎嗎？可以。好，幫你煎。夠呢。好幾耐耶。你該煎個節瓜呢？因為外面賣個非常貴啊。對。你都得買轉去自家煎。好，真的太會料。兩片呢煎呢，幫你煎差不多3分鐘就做得變面嘞。好 ，OK。 哎用本機切到夠啊，唔是叫把地板摸熟，因為節瓜是上你們動作學。可以。哎呦，甚至呢剪呀節瓜愛兩片呢，來摸一些問題。藍隊得分時間來了。啊，今日要摸的問題係來聽看下，tomato醬青州呢，係都那種調味料演變而成的。A 挑油膏 ，B 黃芥末醬 ，C 魚露。
好，我不敢先删除了。莫啊，优胜法莫先讲出来，因为我们要争取答题权。风水佬南水各派出一三的猜拳好吗？好，嘉瑜老曼你呢？好，剪刀石头布。不耶！你看，宝信姐你也一定题啊，因为你对啊的色彩，哎呦，完全没熊定。哎！你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是勾勾啊，就是勾黏黏勾的对勾勾头就够没勾勾啊，摸口用啊，熊憨嘞。用还没黑吗？但有没有可能是最不可能的鱼露呢？因为它很轻哎，是很轻。那鱼露本身它很清澈，就像酱油，碎碎耶。哎对对，碎碎。哦，好，那宝信姐，秀莲姐，你支持 B 吗？支持，哎呦支持。OK，没问题，很肯定。风水两位的，我也觉得你选最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是 C 耶。我觉得我现在也越来越懂吉嘎自主给逻辑嘞。哎妈，好，好，来见证奇迹哦。好，你蓝水线係 B， 風水係 C， 答案係 C， 是不是？选最不可能的。该念进係嘛該？因為啊呀，茄子的英文呢 ，ketchup， 其實呢，呀英文的單詞源自於福建方言。哦，清一開始呢，tomato呢，老要 tomato 係完全冇關係呢，完全冇關係呢。啊，原本呢，佢就係一種用呀魚的內臟所做的醬料。哦，後尾呢，它傳到西方改良以後呢，將做到人家看到的番茄醬。極大落差哎。用拱起來番茄醬算華人之光呢。中啊。哦，恭喜風水，會不會太多分了？注意一下呢，真的注意一下。我們剛有輸啊。好，那料片呢？好，差不多煎3分鐘就按用。金黃色的，你看這個就是那種有種燒烤的那種感覺，就你是用料個烤箱來烤嘞。好，料片呢，大概金針菇，好，本給剝一剝，好，等下本給下鍋下去炸一下嘞。哎呦，炸金針菇，因為大概金針菇呢，有時候我們在做仔炊啦，很常用到的菇類，但是這個炸完之後有一個蝦米跟味頭，等下你做得皮款哪裡？蝦米、蝦米。要高溫嗎？差不多170度就做對了。它不用裹乾粉嗎？不是，用尋味調豆哦。好，料片呢？好，那就來做2個千島醬嘞。好，美乃滋。千島醬一半係咪係該風，也係咪該啪啪？紅紅的，啪啪該係凱撒。哦。好，還有大概好剝皮辣椒。你用的是魚露做的番茄醬嗎？不是一般的。哦。那改良過的。千島醬的顏色就出來了，有哦，這樣子，這麼簡單啊？就這樣子啊。美乃滋滷番茄醬，美乃滋番茄醬含有個雙黃瓜，含有檸檬，還有一些人呢就撈一碎的個芥末子醬。哦。那做這用完你還加一種啦。係，那做得。好，料片呢大概節瓜你做得看它有沒有熟了，做得拿夾子，幫你夾一下的，有點出水了，好，水滴下來了就可以了。哦，就表示熟了。好，第2片呢就做得來擺盤嘞。哇，加咯。這火鍋的金針菇很像干貝耶。嘿，很像牛蒡吧？那個是什麼？牛蒡絲嗎？還是什麼？就是一絲一絲的那個，也是寨城料理。牛蒡，對。你在蜀藍隊可以多吃幾個嗎？對。OK 啦。第2片呢，好，我們就把這個醬好淋上來。哇，這個。簡單又爽口，零負擔。那像來跟千島醬煲鍋跟蛋沙拉也可以。做的，或者是馬鈴薯啊，就比較有營養啊牛。或是那個明太子醬。做的，然後燒烤這樣。好，2片呢，2個金針菇，不用鬆軟。我還以為你的金針菇要過篩嘞，用力過不去哦。好漂亮哦，有點像薑絲。好，等下就有那個蝦子跟芋頭嘞。哦，真的哦。好，這樣就好嘍。那本太可以嗨哦。好，千島節瓜。按用去後 C 嘍。
你切第一刀，妈妈就说不是，还是你先不要帮忙？还是你去辣椒籽就好了。糖果今日爱做料理呢，所以喺客家人一啉到嘅時節，嘿，馬上本但咩客家人咧，咩喊出客家飯。嘿。好，先俾你甚至一個種茶。一台嘅種茶，家下種種嘅時間啊，差唔多3-5分鐘是做題咧。佢真嘅係料理嘅魔法師，其實是哦，你睇寫起來呢，明明係摘菜，哎呦，不過寫來差不多有嘅感覺妞。對，哎呦，而且剛剛時間短到，其中英韓國，哎呦，等一下台下請兩位補充一下，很少有這種高度讚美，就是速度快很準。趕快來吃，來，我們來等下好好品嚐一下。來，哎呦，這是一口料理吧？爆漿哦，很有哦，凍香，又味道了落嚟哦。凍香。哎呦，節瓜用煎凍 juicy 耶！哇！凍就水分咧，應該係個最 juicy 嘅節瓜。韓國人嘅舌頭吼，最梅韓國舌頭真正就蝦米嘅梅頭，香嘅。原來金針菇泡枸杞係愛用嘅梅頭。凍好絲咯，瓜凍就水分凍好啊，瓜凍有水分哈，切有水分啦。係啊，做乜嘅做啲撈嘅薑絲嘛凍好絲，薑咩凍好色哈，千島醬，做乜嘅做啲撈嘅切圖，韓國嘅水分兩種完全冇相關嘅口感結合起來。其實你就老了個節瓜，總得切到痛泡啦，就是切它盤碎差不多3公分那樣，慢慢的煎到金黃色，其實就差不多了。都是小火慢煎。對。即係前輩有寫乳膏，估出它底度其實有鹹味。鹹咩？就是一般的橄欖油跟鹽的味道，會充滿淡酸。好吃哦，寶信姐。寶信姐是要哭了嗎？好吃，有啊，很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他是想到分數了。那種沒咁好吃啦。對，醬也很簡單，也很好吃。好吃啦，千島醬啊。你唔可以講你放甘味啦。韓國加上嘅薄啲嘅辣椒味，用清爽哈。那我們龍呢？而家節瓜啊，因為有切有厚度，嗰有煎過，所以有保留佢嘅脆度、嗰個甜味、嗰個水分，嗰加上一醬料，老去結合有嘟嘟好嘅鹹淡，啊，所以都在地方嚟當融合。嗰加上前後擺就會加畫龍點睛嘅地方就會金針菇炸過，會有一些海鮮的味道，也會帶出來更加唔同樣嘅甜味。那你平時用凍這種兩個美凍味做嘅醬，你自己的話會做什麼其他的？龍蝦醬啊，我放龍蝦醬都當夠。你很多這種醬的 idea 啊，這種居酒的，都在做習慣啊。而且當簡單、當好上手嘅一個料理呢，大家都冇卡就做了周口呢，最主要還要發明一個創意，而且就連千島醬都冇卡就做嚟起卡做哦。記得兩個節瓜呢，而且有拉盤，這個一節手指的厚度。假使係細梅嘅哦，可能就2節啦哈。你的其實長度呢？我有做。對啊，你有做美甲啦？對，美甲嘅長度算落去，總共我有拉盤，寫起來將會有口感保留嘅 juicy 哦。唔講你家頭前呢嘅成績，男出來加油，先不跟你們講成績，總而言之就是加油嘅哈。馬上嚟進行最杯米一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定只聽嘅題目，第限定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掉上做咯。最杯米館嘅糖果，今日愛做料理呢，所以係客家人一啉到嘅時節，馬上本但咩客家人呢，咩喊出客家飯。咩客家人哦？哎呦，直接講出客來。都大家問。神奇的那個功效，等下我們那個取款，因為填充凍豆誒，可以是寶信姐啊，寶信姐。哎呀，寶信姐不是咩行煙？不是。好，那我們等下看到，哦呦，特別滾呢，直接現場即時演講。好啦，一個都大係乜嘅菜式咧？今日我做嘅菜係客家鹹飯葉。嘿啦，對不對？客家鹹飯不過葉。我啱就發現到國家嘅做法其實冇咁強壯哦，譬如講外國家做嘅就是沒有加茼蒿。哦，真嘅呢？變到係加多非常多嘅韭菜。快菜。對，你們家的呢？
快脆，快脆没天熊听听哎。而且它还会有很多的，例如说姜酵母加很多的酱油去爆炒那个料，果然是张妈妈就是不一样，不同凡响，就很容易对不同凡响水肿。好啦，唔过呢，对呀，嘅客家汉班人，睇起嚟嘅有一點基本嘅味道嘅需求，先來看一下風吹。Andy 嘅漢班人有冇特色？先小小透露一下。油葱是一家做，自家做哎，嘅，一家做的。兩桶啊，一家10個。哎呦，嘅皮頭，这咪係一個小改。冇啦，動冇強用啊。煮嘅咪加肉嘅哦。嘿啦，哎，其實嘉瑜是自己學嘅啦。哎呀，加魚加就都太誒對啊，好好。家嘅漢班人應該冇問題吧？有算過你成年煮過嘅漢班人有幾多拜冇？啱啊，係啊，超過2000拜冇？差唔多。哎呦，冇問題，也係提2000空1拜嘅煮。其實慧欣姐真的不是厲害，因為分數差距現在有點太大了，好不好？就放輕鬆我了。們勝負贏啊，勝負心都很重，你們不知道嗎？看得出。好了，這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稍稍來看一下哈，水每一罐到底攬出會拿出乜嘅厲害嘅？還有你唔識看嗰個版人，我來紹介一下。你係用糯米去爆，比如爆肉啦，哎呦，糯米爆誒。你都有爆料，韓國嘅現當你看。完全像改下寶信姐爆的水餃呢，糯米做的。而且我聽說這個是你們當地的城隍廟改編最有名賣轉來耶，要讓大家吃到新竹的這種特色。對，按有信，我們直接給分，好不好？有這回事嗎？哦，冇按加了。好了，準備完全部表起來了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這都已經準備好勢，也嘅客家什麼最會做嘅客家漢辦嘢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搶開始。其實兩組哦，很明顯的差別，家的嘅色彩就是完全不一樣。哎呦！但是客家漢辦嘢很重要，應該是湯頭哦。風水看起來哦，哎呦，還傳統。我那個皮筒都是自己皮起來的。哎呀，來，對啊，看一下如何皮起來的。那個黃黃的是雞油嘛，哈。鴨油係嘛？有。雞油要鴨油。啊，豬油。雞油哈。你說換機車的那種。你最好是記住嘛，噶。鹹湯圓。漢辦嘢。含油嘞。今日生日呢，好食阿婆煮嘅菜嘛。你有生日啊？對啊，那你他都走馬個條路嘞，做什麼工作？幫媽媽。哦，動又好呢，因為都是從講做些經驗動辛苦。不是，你切第一刀，媽媽就說不是，還是你先不要幫忙。你先幫我炒這個。還是你去辣椒籽就好了。哎，李行記董熊哎，他家有批到嗎？我們剛才這個是雞油啊，雞架雞油，我們這個銀產的啦。這雞油咪係自家做的啊？係啊。哇，李行記，你們你真嘅係勝負心很重哦，兩條手哎。我們會不會史上第一個贏超過6分的？係咪因為你陷入到時裝所有面廣告咧，所以你的壓力比較大？冇啦。兩個要專一師從潘總嗎？唔是啦。你要到時裝沒有買。這個沒辦法，這樣板人啊，因為這個現煮現吃啊。哦。要同共富的。嘉瑜看起來是真給一會煮哦。來，媽媽講真實的啦。你不煮嘞？你是你唯一的女兒嗎？對，2個。獨生女，兩位妹。這個結婚了，另外一個還沒。還沒。那你為什麼不帶沒結婚的來？關你屁事！我是幫盛智問。什麼？嘉瑜在市場一定是最漂亮。市場之花，對不對？嘉瑜有沒有？你老實說。所以客人來哦都不買東西，直接給他錢就好。哎喂，這樣媽媽太開心了。好啦，等下溝通進來哈。好。我們這邊才是中醫之花。不要走心吶，修點機，科技業怎麼可以把快脆切斷講？攞嚟啊！攞嚟就講啊，做小資的時節喺度有南茶做售票哎。哇！然後後來因為太漂亮，老公公就被科技業的老闆帶回去。所以呢度怎麼解會想講用啲黑貼片嘅版人來做這個比賽料理呢？這個是怎麼想到做呢種兩種版人呢？這種睇家好少食啦，就是這種嘅。
哦，哎，用比较新型的啦。他就很那个他刚喊猜扮演，对，对，但是给显的较冇重要。对，因为它至少他个板在美就反正因为有煮汉板的，这个太大颗，有时候阿拉变黑，老人家不好吞咽，所以我们少一点。这边是逐步口译，大家不要误会，他们没有打到话。来，宝信姐，真正的口译就是要这样子。这真的，宝信姐请说。对，因为主要是糯米它做小一点，是因为现在他们都懒得去吞咽，所以我们要做小颗的话，它就比较好。他们是不好吞，他们没有懒得吞咽，懒得吞，所以这有点像那个水晶饺啦。对，可是的糯米走哎，因为水晶饺是番薯粉，番薯粉还老不会去做哎，两不会透啊，这个不会透色的。哎不会，那宝信姐你本身因为你们客家人嘛哈，你好适客家扮演吗？喜欢啊，我很会煮客家条圆。你家不是客家人？你嫁给客家人？对，我是嫁给客家人，我从台北嫁到。但你就客家新居哦。对呀，要主动啊。那他知道你今天来参加比赛吗？知道啊。哦，你就让讲嘛解嘛。冇讲诶。冇。哎。懂厉害哦。对哦，而且不是切很多哦，你是真的要用到这么多哈。不是因为呀，客家头汉扮演一听聊好棒，一定要撩啊！对，跟米头一听啊。其实都也小也小。我们张家啊，大白炒的料哦，已经挺比板家还多，因为炒春它都会料，都得吊面不吊盘。难吧？不难吧？不难。做阿婆嘛，做阿泰嘞。阿泰，有这么年轻的阿泰？你做阿泰？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的鸡腿还没都会5年停停啊？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做到？真紧做阿泰，你去到谁？68。哇，68岁做阿泰，我正式跟我妈妈道歉。哇！你跟他讲68的鸡，这狗都冻煞皮呢。宝信姐，你该不会做阿胎了吧？还没。那就叫他们加油喽。明年快乐呀！明年就要做阿胎。你也在跟我炫耀呢。明年做阿婆啊。阿婆啦。阿婆啦。所以等下就信的啦。鸦片不要炒，你多一个片。好，不一炒起来，哇，这个酱香味，等下香气就出来了。气一下。给它呛一下。哦哟，哇，就好，大家加点骨灯哦。好，你看看我们的配料，都澎湃呢。这个就是香气，它给它扮演个灵魂。韩国送菜过后，韩国的卖安豆香菜来，一定是做市场。贵呢，真的下功夫。1000多块，比猪肉还贵呢。对啊，演习啊，一斤要1000的女。系啊。今天对他们来讲，真的非常干苦，因为一两味的辣椒一狗 man。那有对新台币过敏吗？他对书比较过敏。外国人记得不去冲吗？会啊，现在什么人都有啊。对呀，可是你就可是向得奖感言。是啊，向前出来了。一个是啦，然后已经开始在想我讲嘛改变。送菜过后，韩总在卖安豆的香菜来，一定是做市场。贵呢，真的下功夫。1000多块，比猪肉还贵呢。对啊，演习啊，一斤要1000的女。系啊，你太久没去市场1000多了啦，长豆嘞。香菜现在一斤卖1000，因为台风。我上礼拜提到家洗卖一种那个挂包，但是想讲记得怎么给毛不用香菜，他说你知道我放香菜比那个里面的猪肉还贵吗？对啊，香菜呀，一斤1000多块。哇塞！一斤1000人。所以你看，一整件就下重本。所以要一盘差不多就要3-4磅的，那这样100多要哦。等下该板人哦，做溜掉去咧做甜的吗？做对啦。做两种口味系吗？他真的会做，因为他就是客制化的啊。啊，好动挑，因为连个油葱都会去加泡的，有乜嘅事情唔会吗？唔乜嘅东西我都會。哎呦，一定是獅子座。佢扮演係咩咩做唔得，通條可以過來。我因為看幾件書嘅。過來，不用太熟，我只是要把它上面的那個太白粉弄一下，因為進去煮它才會有入味。對，這個全部都還有一點全部都煮熟的時候過來，它覺那個吃不進去那個味道。我覺得製作單臂脆鴨蹄哦太難了，因為大家都太會煮呢一出。係啊，外國人記得會去試葱嗎？你講外國人呢？會去試葱買？會啊，現在什麼人都有啊。就在罵人，罵
哇，这个我等下要喝汤就好了，这个太好了。好了，我们铁飞行器对呀，你就可是上得奖感言。就好了，唔是啦，胸前出来了哈，因为等下要讲客家话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啦，然后已经开始在想我讲嘛改变。你看，哇！而且我们这边嘴体撇出了的汉板酱，还有干嘛改？莴笋，你要当出，嘿哦，但莴笋好甜。哎，真紧的莴笋加落去之后，甜甜滋味，佮还有在切口感。你做迄老家中菜呢，从嘛做啲老野菜。绿竹笋甲竹笋啊，竹笋没有哦，这个没有老粉菜头，还有老白菜。哦，嘛该时间就罗马菜。嘿。哎，所以按样看起来，我中午做一下贴片出来，因为你都都没那个韭菜肉。张妈妈，穷下炒哦。张妈妈，你们没有一起炒吗？我就说他那个啊，别桃园新屋专门才会有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我们盘中就按用啊。你们是做苍蝇头吗？有一点点像，就穷下炒肉皮。没有吃过呢。哦。张妈妈总是会那个。你喊白皮的永安渔港，你那个点嘛汉板酱都还用走哎。这边是在做生意啊。没有，他刚才在调中药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我做的油葱酥，你看，很用心，宝欣姐，几用心哎，还有加这种浮掉粉，因为这样子淋上去的话，汤会比较不会那么浊。对，给它冲了去，热汤这样浇下去。你真的在哭吗？没有啊，有一点小哽咽啦。今天对他们来讲，请给父兄干苦，因为给两位对辣椒就狗man，所以就继续说谎啊。有没有？对辣椒又叫狗man呐。我过敏了。你关掉了。对，我把它关掉，因为怕它煮太久的话破掉。肉馅会跑出来。怕被加5秒钟哈。对，这个就是先给它停滞一下。好。对，停滞一下。因为它这个水还没开。好，那油葱爱用不调少吗？因为怕它太油。哦，而且因为这些也都油油的。对，就是让它吃的比较清爽一点。那你怎么会想说第几家做葱油来呢？因为自己做的比较香，对不对？好妈妈。对。呀，汉板酱放落去之后，就葱二韩国会比较好吃。哇，这个天雄哎。哇。其实客家汉板盐成本很高。对。批料会吹动贵。批料放多。还有这个精华。良渚难平了。嘿哦。等下煮半去滚是差不多好嘞。我请我吃一下铜条嘛，再试一次。可以了哈。可以了，非常好。来，好，完美。出了哈。天草马上来周深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吃看那最杯米馆客家汉板盐，那一组卡站到喽。客家人最经典的客家汉板盐，先问起家嘅众赏啦！好，关键等差的。一样旁地都全部都按牛熊咪很赞的。刚刚哪一机摄影大哥有先去抢一碗的啦？都先留下。对，来，先来吃看那风吹哦。来。哇，也给糖的。惊为天人，那个香气，不但讲就是葱油的香气，还有刚刚讲的鸡油。好。然后前几天用别到嘟好，前几师傅呢有客家米啦。基本上都应该用门道去嘅享受当中啊。有教娘妈妈煮的米汤吗？实体风吹来之后，都试看一下，咱水里下边还冇香料嘅汉板酱的哦。讲到板酱哦，其實係客中意咱水里下邊嘅。冇香料。跟食落去嘅時啲乾肉，鹹嘅。湯頭很清爽，懂情啊你，而且又食到莴筍嗎？沒懂甜，又加懂清爽，味道比較淡一點。哦，湯頭。它淡掉了，所以莫管你看，吉利用啥嘅皮膚暗紅，莫是暗鹹。日本人好特殊啊。對，它激素爆肉啊。我不會吼，其實董小英愛用食過，台版人家妹妹上都愛用片，所以你們兩個在用心程度上去聽係滿分的。莫多帶師傅最美愛樣板來結聽呢，實實來看下師傅搶本付出的哦。風吹搶本數，滿分。
有史以来9分。世界甲组组的满分9分，恭喜！好，来看一下蓝翠得到几多分？满分。料理的部分係完全偏熟呢。來講一下阿兩哥。按先講風吹那邊，第一有媽媽的米絲，第二有雞皮頭，啊，或者規隻小米全部有融入。典型的當典型的客家扮演的。啊，藍翠鴉片呢，其實扮演的較有特色啦。啊，其他的客家嘢白香啦，嗰個油蔥啊，就關於嘅小米全部攏有，所以係咪要分藍翠3分？謝謝。阿紀師傅。哦，兩組呢都是東橋那個特色。啊，風吹鴉片嘅東好是佢個湯頭跟梅頭，因為你個香菇就白到香味，還有個湯頭個香味跟甜味就出來，還有老那個蒜苗嘛，還有適度有個甜味，還是當然東好食。啊，藍翠鴉片呢，也是底度雖然講那個湯頭就較淡啲水，唔講係自家非常好。啊，底度呢就老那個無筍，適度甜甜，切東好食咯。完全冇共用，扮演用嘅咩冇共用，全部都係到料理部分得到滿分，然後總成績已經出來嘅，來頒獎咧。成績已經出來嘅，也跟你係你也貴哦，9分嘅成績就係到風吹，今日得到9分，藍翠到料理部分咪係滿分，總共係6分。先來恭喜風吹第1名，得到3000年嘅芽菜機。恭喜！終於專業師從攀走誒。強榮未來恭喜一下藍翠到了2張嘢嘅密集訓練順利殺青。恭喜！哦，得到了獎品沒有？好好的紹介一下，你係經典亮菊礦石不沾鍋具組。哇！3天哦，等下就改哦，全副手工嘅亮衫。恭喜！中獎誒，恭喜！再來問一下，今日哦，曾經是父母做料理嘅慧心姐啦吼，要不要參加嘅心得，老大家分享一下。謝謝大家，今天很開心能夠參加這個活動，然後也順利得到冠軍，謝謝。嘉瑜，梅老太去給我分享一下這一次參加的心得，好不好？很開心參加這一次的活動，我以後會向媽媽多學習煮菜。哦，老媽媽嘅書你傳下來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謝謝，恭喜！接下來問一下寶信姐，到底要不要參加比賽？有咩感想呢？回去要好好的還要好好的學一些客家菜。哦，還有客家話，對，還有對客家話。哦，下次來的時候，我們不要再包水餃了，我們來好好的做料理，本大家學好誒，學澎湃。好，小弟阿姐老大家分享一下參加的感想。非常心目的製作單位，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。節瓜子怎麼煮，我也學到了，我好高興。係咯，喺度兩片，唔單止係學學的，還會學到東西，你看長係水台嘅秀福。你看，謝謝秀蓮姐。什麼西比亞嘅講什麼哦？今日帶來按精彩嘅料理，還加全部 PK， 看到睇下真經全部都係真功夫哦。哎呀，其實哦，全部係李總推薦的喲。你們是哪一個里的呀？福德里，剛年老畢業呢？強家里哦，福德里，全部都人家就喺連沙。係啊，不過頭排唔識見過，所以應該一家自助就按用起咯，用客家嚟交朋友。我唔錯，按用人家就離開喺辦嘅李明發通嘅吧，不得了啊！對啊，又小度會掉咧，等於是國宴等級了。係哦。好啦，新夢而家就來分享全台灣嘅各位朋友呢，超人連沙好朋友，聽下來也就也分享兩部卡，人離開嘅好美食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講多啲。